见到秋天无会过黑的，华东中国嘅天气诶，如果温先生能往大洋嘅油菜花变做寒天清凉嘅风景。今年慈松农会补助农民喺北龙太土、韩国台九线嘅北宫苗城来种油菜花，和铁皮屯农民大厦屯油菜花留下多个黑年。故所也嘅时节去慈松了，唔单止看得到能种一下嘅样诶。还有贵太片嘅油菜花田，同时慈松农会还开发的当归许多慈松能吃得到的菜地美食，用油菜花攞一个米谷粉做油菜花米面条、水饺一道，还是得用油菜花做吃饭饮，又好食又好看，还又好搞。人人嘅素材從大個種嘅人餐第三排紅，面條煎、黃嫩嫩嘅豬掛個天婦肉，看起來凍醬，大體變到凍肉生命的。小朋友喺花田度高，念上家咪來翕兩句嘅浪漫，當時嘅小豬除老了豬掛個腔容安燦爛，無論大嘅細子都嘗試天平睇翻路。用樹葉片金色發揮。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好，然后来这里会让人放松心情，然后就是会让人感到平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灵休憩很好的场所。很少看到一整片的花，我觉得很漂亮，让我心情就是比较缓冲，然后呢，在课业方面的压力也舒缓了很多，身心舒畅，心情很愉快。然后寒假就带2个小朋友来，他们也很开心，就骑脚踏车过来。然后小朋友就是可以暂时忘却烦恼，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冇出散步，冇出去人商場，啲俩種下甜甜嘅去，甜甜嘅香，風勢享受大自然嘅美景，食材很暢快。當然每邊貨個體過後，農民為了煮掛個子，提咗45年過後，發出快到鬧，食材凍醬。從喺煮掛嚟講嚇，佢目的啦嚇，就講第一。做啲動態片嚟講嗬，要本遊客做啲嚟觀賞。第二咧嗬，對依土地嘅呢個地理嗬，就增加佢嘅有機質嘅部分嗬，也要當有幫助啦嗬。也大部本單係出山去上米嘅，每邊個個體就係一等獎嘅發布，喺那兩條主掛個大天高到天都度，咪會係嗰個最好嘅有機配。你吃上向来讲哈，唯一的话哈，其实韩墨本跟呢河床哈来切割，所以讲东西向来讲哈，这中央山脉跳到了海岸山脉了吼，也是花东纵谷了大最发的蔬菜，啲大部分吼，有咩係你哋吃上米哈，種植的哈最大面積的蔬菜。高春前後係10天嘅時期，不過今年為到係推動工業農村觀光，市場農會補助農民喺北龍太頭老退休線嘅北宮下村種有掛個，老農民大廈貼片老化留下來，所以新長年石頭還看得到。花渣渣嘅有掛個，滿天金風東大眼，對太官天看光下，看下那人道。600公頃嘅天橋冇辦幾天貨墩，難為喺那感受到羅祖谷來倆開放就極艱辛。也有啲縣民嗬，為到啲倆西邊倆當啲中央山脈嗬，水誒引到倆東邊倆邊塞來嗬，來灌溉來講嗬，對做倆2天，動作師整日本師台，就按樣一隻福郡這倆大行是大關路倆。佢家下做啲灌溉到差唔多400公頃。
公演期間來到倆，可能到天橋，未做主掛個好運手，還能按用安醬掉嘅主掛個，唔但搶相應看，還都好食。老貴跳主掛個大面地出泡，加入吃上嘅米谷粉，除咗啲就是面條老薯夾皮，搶嘅些東西機，煮起倆咗搶煙煲，還加嚟幫些主掛個花皮。佢係當有機嘅東西，也唔是食物嘅肉喎，也唔是白物嘅配，個有寡佢就會上到當河，因為呢啲食嚇，也傳統嘅食誒會當河啦嚇，我哋嚇利用呢因為有寡盛開嘅時間咧嚇，然後去做到創意料理。唔為肉唔落配，何時有機？開發咗創意料理，冇想到增加咗主掛個嘅價值。生次嘅係主掛個慳咗喺哪裏做出份啱。貴條做得用啦，唔過佢緊吼降垃圾啦，所以我就摘安尼一節的安尼，做得走植物染帶動一個地方做包裝包裝袋安尼，然後你七手米也到結合在一起。當面部集好，用竹塊個老樹苗個頭出土，撒下來就變到主管嘅主掛個水土顯啱。係鋪到嘅蛋糕吼，嘅塞就唔入去，所以有得會搶，有得會拍拍，所以偏緊。差唔多30分鐘嘅，30分鐘有時咧入色嘅，你將過來溜起來到嘅糖劑定色劑嘅單位吼，過來浸差5分鐘嘅，浸好你。地動線面你燒嘅而家叫黏啦，因為黏嘅時間吼，佢嘅水、佢嘅色就會入去。煲湯紅調嫩龜派釀好嘅布，熱色青天下，群機水風杯，水槍色當高雅，還有太鐵嘅氣息，兩色係東貴長出嘅手工紀念品。喺那地區上農會乾工米糕，未有施工水土，風古顏味，從而實施。結合區上有限農業入閘，以後來到倆都體驗到傳統手工藝。像我後輩也大，也有做得本人做也布染，這個 DIY 也可以做快木。竹塊就是快木塊的按用輕，另外呢，也可以做的比較有趣的跟你呢竹蜻蜓這個竹鶴。米糕挑戰咪做2點4公頃嘅主題花卉，仲做將世界花流出土，強壯下動都影響運送。今年我們是營造一個新型的。因為動都要求新型的、比較窩心的這個新型的這樣的一個花的部分來做主題啦青島就發落來，我們種的花的種類也挺多也有非洲鳳仙啦，這個海棠啦，或者是我們的金魚草。每邊我覺得除非已落去，到春江前變做將嘅花卉，下嚟東影響，物嘅客人都會去到區上，感受了冷天長住嘅好風光。一類細類嘅花，選出嚟安太平嘅震撼，留喺嚟觀光客為農民帶來實際數據，還能為行業嘅投資帶來新生命嘅希望。